喂，各位街坊，你估下而家行商場最正係咩？係可以一個人包場任你跑啊！我係廢佬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個震撼消息，香港各大商場正在變身鬼城，時代廣場、海港城、圓方全部告急，個場面凄涼過睇鬼片。咁先講銅鑼灣時代廣場呢個曾經嘅港島龍頭商場，而家變咗時代慘場。記者去現場睇過，4至5樓變成重災區，成排鋪位用白板封住，非常冷清。最搞笑係個設計，15層高嘅商場，邊個會咁得閒？由地下行上13樓啊，行到一半都已經腳軟啦。個 food court 擺晒喺最高幾層，啲人搭電梯直上直落，中間啲商鋪真係多謝晒咯。計我話時代廣場改名叫時代迷宮就差唔多。再睇尖沙咀海港城，夜晚8點之後拍烏蠅，個 food court 執笠更加係令人唏噓。以前呢度係平民食堂，而家變咗平民喪堂。有網民話行海港城似玩緊 Silent Hill， 我都覺得幾貼切嘅。至於九龍站圓方，雖然有人話好行過海港城，但個設計複雜過我阿媽嘅人際關係。入到去實蕩失路，要揾出口難過去蘭桂坊揾真愛。講真，點解會搞成咁？第一，內地客唔再瘋狂掃貨啦。以前廣東道排長龍買名牌，而家啲後生淨係識得去麥當勞道棵樹下打卡，人均消費由2018年萬幾蚊跌到得返2000幾，真係陰公豬。第二，港人全部北上消費，假期幾十萬人衝上深圳，留低香港商場食自己。最抵死係而家啲商場定位模糊到爆，究竟想做後生仔生意定係中產生意？低層有 LV， 高層有吉鋪，成個精神分裂咁。政府成日搞夜繽紛啦，但係人流多咗，消費反而少咗。計我話，與其成日望住班內地客，不如諗下點樣令香港人留港消費啦。廢佬，我覺得其實商場都可以好有創意㗎，引入多啲本地設計師，搞多啲文化活動，甚至搞個夜市出嚟都得㗎。使乜成日都係金鋪同名店咁悶先？好啦，今集吹到呢度。你哋最近有冇行商場？覺得邊個最得人驚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share 呢條片，等大家都討論下點樣救香港商場。最後呢，記得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 訂閱我廢佬加通知鐘仔，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下集同大家再吹過，拜拜。